向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1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桃园伫早暗真无平静，中立一搭铁厝大工厂，站8点外就火烧，火拖甲真紧。就伫火势控制无偌久的时阵，北德区一搭公庙的车库嘛发生火灾，加在2件火灾拢无人伤亡。 火正火，乌烟呛甲正烦。这是桃园市北德区中央街附近一间公庙的车库，11晚10点外突然间导火，因为风雨正透，规排铁皮做的车库拢导火，大火乌烟呛到天顶去哩。附近照甲光响响，消防局派真侪消防车甲消防员到现场抢救。那我们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发现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个铁皮屋里面都是摆放车辆还有这个杂物。 火伫咧暗时11点外被控制，初步调查，铁皮厝内面无人也无人受伤，咱若导火原因也搁会调查。但是桃园昨晚是无啥平静，伫暗时8点外，中立区兴和里一间铁皮工厂也发生火警，因为厂房内敢若是放真侪熬毒的物件，火拖了真紧，规间厂房拢导火，消防人员接到报案，赶紧来现场拍火。 我知道有一家修车厂，平常时他们都门关着，应该就是做一些做仓库那些的啦。联动铁皮发生火警，那我们人车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发现已经全面燃烧，大概延烧了7间的厂房那里面包括有仓库以及车辆等等我们总共疏散了邻近的民宅以及三合院民众大概将近20位。火拖甲正快，烟正高。 警方也派人伫附近机场捷运 A21站的路口管制交通，避免沿路人影响救灾。好在在现场无危险物品，也无人员伤亡，财物的损失也搁会清点，导火原因也搁会调查鉴定。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上新的消息，这是新北市传出拍警察的案件，有一个日子会姓陈的查甫人，昨暗7点外，唔知什么原因，转冲去树林分局的山脚派出所，凶出手攻击警察，所内一个27岁姓陈的警察当在当地无代无志防暴，其他警察听到声音赶紧冲出来，甲拍人的这个查甫人压制。今晚发生民众攻击值班员警一案，本所立即押制并逮捕犯嫌，以伤害及妨碍公务侦办。有关犯嫌受伤部分已介入就医。 犯罪动机部分，本分局正在厘清中。头过监视器，会当看到这个查甫人，昨暗是行到树林分局的山脚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问伊啥物代志，说无代无志，互伊攻击。内底的警察听到声音，拢走出来，甲这拍人的查甫人压制，通报救护人员了后，这个姓陈的警察嘴唇有受伤，倒手的尾颈仔嘛有受伤，毋过无大碍。 警方即摆会继续调查，这个查甫人为虾米要拍警察？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新增加41364个本土病例，36个人死亡。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疫情也在高原期，也毋过疫情也搁会伫咧会当控制范围内。 透早有大量民众按照预约时间来注疫苗，莫德纳次世代双价疫苗昨开始，扩大开放，予18至49岁民众会使注。指挥中心统计，目前次世代也阁有255万剂存量，国内疫情也阁伫高原期。11个新增加41364例本土个案，分布是以新北市7700外例上侪，台中5657例，高雄4392例，台北桃园各增加3900外例。 确诊个案内底有36个人死亡，也新增加74件中重症。指挥中心分析，虽然疫情也搁伫咧高原波动，不过比顶礼拜同期有降低趋势。研判起来，现在还是在高原期的这个波动上面那看起来，这2天看起来的这个病例数是有比上周的同一天是下降那但是不是因为？ 假日连假的这个因素，我们还要再观察。中国已经出现变异型病毒 BF.7， 美国感染 BF.7 嘛大幅度增加。专家预测，这可能是后一届全球流行的病毒株。指挥中心讲，目前咱国也未发现 BF.7， 但是 BA.5 的个案占比已经来到89.5%，接近90%。指挥中心讲，目前疫情也搁伫会当控制范围内，因为台湾伫 OECD 国家中
确诊死亡率排名第6低，所以开放的脚步未停落来。我很确定的是，我们不会走回老路，不会再禁止内用，不会停班停课，管制人流，也不会边境严管，这些都是过去清零时代做的。我们从4月开始进入共存之后，我们在疫情可控之下，稳健一步一步的开放。指挥中心表示，台湾是比较较慢受到 BA.5 疫情侵袭的国家，目前也搁伫高原期，也毋过每礼拜致死死亡比率也搁伫下降，疫情也未转好。国家秋冬天来啊，防疫未使放零。记者综合报道。那日本伫昨昏开放自由行，只要有住过3天移风社，是日本政府认证的移风社，就当入境去日本佚佗。所以昨昏咱通机场就已经出现济排队等要出境的人阵。也毋过日本并无认证高端移风社，住高端咧要安怎？会当去补助来处理？嘛有观光业者即马是讲替你出 PCR 检验的费用，用这款方案来抢胜利。日本自由行解禁头一天，桃园机场出境大厅、报到柜台，也有汇兑柜台、保险柜台，透早客家站通通。真侪旅客抢伫第一波开放，前往日本自由行，每一个人的心情拢真期待。就算是很久没出国的感觉吧，所以就很期待啊！一公布就规划1个礼拜而已。过去还会不会担心啊？还好，因为都有打疫苗啊。然后口罩戴着，就跟可能心情就跟在台湾差不多吧。根据移民署7月有报统计，桃园机场出境6831人，前往日本旅客1177位，占17.2%。另外，松山机场也有403位出发到日本，有1580位旅客飞往日本。针对主办3支疫苗都会当到日本自由行，也毋过国产高端无伫许可的名单内。都有旅宿业推出11月底进前预定东京54枚旅宿方案，专业负担3500块 PCR 费用，抢攻旅游市场。将近有100万的这个高端的这些施打的民众，他们这个族群呢，其实大部分都比较年轻，适合东京自由行的这个目标群众。经过2年外的边境管制了后，日本总算重新开放自由行加免签证入境，也取消每日入境人数上限，让旅游业感觉真期待。也毋过，针对高端无伫日本进口名单中，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外交部等相关单位已经积极透过真侪管道，甲日本交涉中，期待日本会当有相关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受东北季风影响，今日透早各地也是较寒，上低温出现伫苗栗是17度之。今日这方面的东北部同款熬落雨，咱来看温度。受东北风的影响，这方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低阵雨，其中东北部雨会较粗，新竹以南是过道山区会落阵雨。温度的方面，日是北台湾高温是23度至24度，东部是26度至28度，中南部是32度。也毋过早暗温差较大，到拜五进前拢是这款天气。也毋过明仔载后日温度会略略回升。另外拜六开始受南边低压分系影响，水汽嘛变较高。到后礼拜一中南部嘛可能会落雨。来关心南海公路专线开放了后，有一登山客国庆3天连假去爬山，伫台东就发生4件山难救援，其中有一个44岁查甫人去爬嘉明湖步道，骹脚崴着无法度行，尾也是消防人员也有空勤队合作才甲救落山。台东县的消防局派救援人员去山顶找伤者，再去由空勤队协助吊挂，甲伊载出去送病院。根据台东县的消防局统计，国庆3天连假有执行4件的山难救援。另外，这个月初6，有民众去爬玉山东峰，无细字跌落山谷死亡。罹难者是资深爬山登山攀岩的专家齐耀群，伊出意外，嘛互登山界真意外。直升机真着急伫山坑西，将受伤的人吊挂落山就近抢救，无奈将机会无了挽回。发生伫初6的这件遗憾的代志，有山友跌落山坎，头壳受伤不治，罹难者身份指出，也互登山界惊吓惋惜。
咱日转来台湾，也打算举办分享会，资深登山攀岩家徐耀群为面册就会当看出对大自然的热爱，伊甲朋友小酒挑战被玉山东峰刷伫顶顶过程出现意外。同行张姓领队通报，徐姓山友在10月6号攀登东峰北壁时不慎滑落受伤。当救援人接触到坠落者时，已确认其没有生命迹象。有关注也讲，徐耀群行的甲传统的路线无共，有一定的难度。深刻伊提出的登山安全计划等证明了后，才同意放行做攀岩训练。事发原因也爱厘清，也毋过有登山专家讲，伫玉山攀岩其实真危险。台湾高山的岩质非常的风化的岩之后非常脆弱，它一定有它潜在的一些风险，不是你完全透过充分的准备就可以避免掉的。徐耀群作为攀岩习手，伫国外也摕到相关专业执照。毋过伫熟悉领袖处以外，都有登山专家推测，玉山岩层风化严重，就算做足准备，犹原有真侪突发状况无法度掌握。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咱台湾明仔载要开放边境入境改做0加7，入境唔免隔离。嘛出现这出国的热潮，旅行社嘛已经叮当起来呀。根据劳动部的统计，一礼拜休无薪假的是减真济，公司企业比顶礼拜减692间，若劳工有减4714人。劳动部表示，旅行社、饭店、游览车、航空业者才会上界明显。来看联合报，23档，咱台湾灯会明年2月要伫台北市举行。台北市长郭文哲主编有讲，伊要甲大巨蛋变做全世界上界大粒的灯，也毋过即马已经无法度啊。郭文哲是讲，内政部在审烽火避难性令的时，对去年4月份一直审甲打，已经过1冬半，拢无消无息。伊阁讲，人要甲你动，你有啥物法度？内政部是回应讲，牵涉公共安全的代志，一切拢爱照法令、照规定、照标准，袂使违法。来看自由时报，台北股市昨昏大落，金管会是宣布要扩大2段稳定股市的措施，包括搁一届调降每一天的盘中借券卖出委托数量，嘛要调悬用券的保证金成数，而且对今仔日开始实施。金管会是强调讲，这2大稳定措施，唔是限空令，也是禁空令，是要有关做空的成本。啊，毋过市场嘛是以限空令来讲这个规定。受美国股市落的影响，咱台北股市是青顺顺，一路是昨昏一路落无停，昨昏收盘是落596点，落甲上界严重的是电子类股，亲像台积电就落超过8%。啊，若今仔日早起一开盘，同款是落。双十连假了后，台股开盘一路开价走价，规看起是拢青顺顺，或者股民大概是拢海惨。我是觉得说，大家假如说没有获利的，该停损还是要停损。那我是因为我做空很久了，所以我一点也没损失。拜二台股上尾收盘是大落596.25点，加在13100点整数的关卡有9条。不少电子股都加做这波台股落价重灾区，亲像人讲是护国神山的台积电，是大落36.5点，落个幅度超过8%，差一点落破400块。也若其他类股，包括机电股，落的幅度都超过5.75%。另外，亲像金融股、甲塑化股嘛，都超过2%。毋若台股大落，观察亚股大盘的行情，日经指数是落了更较食力，大落714.86点，韩国综合落40.77点，香港恒生嘛大落超过400点，敢若有上海综合是起5.96点。美国呢，这个对于中国技术全面性的半导体产业的一个阻碍，禁令因此呢，导致呢这个费半指数是呈现大跌破底的情况。那台积电呢首当其冲。那如果说美国股市没有办法止跌的话，那么大盘往13000大关来回撤的可能性，这个是不能排除的。现在台股当时的反弹转强，有分析师表示，台股短期内要是无稳定的局势，建议会当观察强势美金当时才会落。美国公债10年期殖利率当时的回落，这对资金回流新兴市场有利，带动台股反弹。记者综合报道。
针对咱总统蔡英文伫国庆的讲话，有呼吁维持台海和平，这是两岸的责任。中国国台办是批评讲，民进党想要独立，所以伫双十的迄一天，中国又搁派20多架军机飞来台湾扰乱。但国防部长邱国正是批评中国咧起无空，伊嘛表示两岸局势从来无遮尔紧张过。两岸继续对立，总统蔡英文国庆向中共发声，小战绝对毋是两岸的议题。中国国台办批评蔡总统坚持两国论，强化以武无道，切实更加是派出26架次强机了台，4架强舰伫台海活动，也属于意思真高。对此，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国军努力避免紧张情势，也反呛中共交代才是假数。假如说他认为这不叫挑衅，那我就要问，那怎么样才叫挑衅？两岸情势的确很严峻啊！这我当初我接部长，我跟各位报告，我毕竟那么多年在军中服务这以前所未有的，那这我的个人看法。两岸感情已经行到战争边缘，邱国正讲，两岸情势严重，针对立委引用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指出两岸爆发战争有51%认为中共会赢，显示民众对国军战略有疑虑。邱国正回应，民调只是参考，国军会做好准备工作，也对国军有信心，不过也需要补足所欠的兵力，予外界观察，并且延长期待。邱国正表示，年底会对外公告。台湾是自由、民主、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愿意在对等的基础上，以对岸寻求台海和平的方法，增进两国之间人民的往来。对于中国国台办要求回归9二共识，两岸才会当对话沟通。苏贞昌表示，中国不了解台湾自由民主2300人的凝聚力、加民主力量，表示蔡总统愿意找找双方会当接受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跟向请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有655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天是新增加41438例，目前咱台湾这阵总病例数计已经超过690万例，日本是超过2100万例，韩国超过24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8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超过3500万例，英国超过2300万例。俄罗斯对乌克兰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9个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乌克兰第11日是有向西方的国家要求协助，希望会当互因更较侪武器。若 G7 即马承认讲会继续支持，嘛有警告讲莫斯科唔通动用核子武器。若北约已经在监控，莫斯科即马是指控讲，这场战争无法度收煞，拢是西方的国家在延长战线。基辅10日空袭警报停了，居民开始清理厝内。西部城市利维夫被轰炸了，规个停电，生理人做生理拢点蜡烛。俄罗斯大规模报复轰炸，造成乌克兰重大伤亡。泽伦斯基伫7大工业国家集团 G7 视讯会议，再一次强调，甲普丁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已经无存在，并且向 G7 要求更加侪防空武器。感谢德国 IRIS 体型防空系统第一套已经运到位，一个美国答应提供国家先进防空系统。Коли Україна отримає достатню кількість сучасних та ефективних систем ППО, ключовий елемент російського терору, ракетні удари перестануть працювати. G7 讲，只要基辅需要就会支援，也警告俄罗斯唔通动用核子武器，北约会加强安全。Next week, NATO will hold its long-planned deterrence exercise, Steadfast Noon. We are closely monitoring Russia's nuclear forces. 莫斯科指责西方国家利用支持基辅的行动，和冲突升级，将战线扭长，而且10月继续对乌克兰的能源甲军事设施发动空袭。另外，北伫中协调和乌克兰的谷物会当出口的土耳其，最近将会搁再出面，希望会当促成俄罗斯甲乌克兰和谈。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讲，目前也无收到土耳其关于莫斯科甲西方国家之间和谈的提议。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继续关心法国能源大公司到达尔，因为员工是讲通货膨胀真严重，所以要求加薪水，讲无成工会发起罢工。要求这3礼拜以来，因为谈判一直拢无进展，
法国当地即马有1/3的加油站欠油。另外，伫匈牙利当地正出名磅空液池嘛是在靠天然气烧水这个营业，毋过即马天然气伤贵啊，开门做生意根本袂好，所以已经宣布要无限期关门。加油站头前客满车辆，驾驶爱等真久，才会当互车加着油。Aujourd'hui, je m'aperçois qu'en faisant 4 stations, tout est hors service. Donc bon, j'espère pouvoir avoir la chance ici de mettre de l'essence. Là, regardez la queue qu'il y a, c'est pas possible. Comment vous voulez que les gens vont travailler? 柴油排队这款的情况已经继续1阵啊！法国能源公司到达2个劳工2礼拜前发起罢工，要求伫通膨甲公司效率的情况之下加薪10%。资方顶礼拜要求劳工登高谈判桌，也毋过前提是先暂停罢工。劳方认为这个举动未属历史，决定罢工至少继续到11日，只是安尼做，互已经因为俄乌战争面临能源危机的法国更加严重。目前全法国已经有1/3的加油站面临欠油的情况，法国国内燃料产量也降落下。Le gouvernement prend sa part en mettant la pression pour que les négociations aboutissent au plus vite, mais il faut que les parties prenantes prennent leurs responsabilités. Les entreprises et les chefs d'entreprise concernés et les syndicats concernés, le blocage, c'est pas une façon de négocier. 镜頭增加匈牙利，這座位於匈牙利北部的東核溫泉浴場，同款因為油價升高，連關起面臨天價嘅命運。A gázfelhasználásunk árnövekménye ebben a 3 hónapban, tehát október, november, december tekintetében 61 millió forint. Csak ez a 3 hónap. 東核溫泉浴場歷史真久，早伫羅馬時期之前，都遊客來浸溫泉，是當地真出名的浴場。最近，這座浴場靠天然氣加熱，維持泳池甲東核的溫度，因為過去2年疫情衝擊，已經互浴場了錢。即馬佫面臨通膨，佫較無力負擔，業者只會當無奈決定初10起浴場無限期的關起來。公司新聞徐偉廉報道。繼續關心馬來西亞執政聯盟上大黨馬來民族統一聯盟，想要一黨六權做大。領導人嘛是因的首相沙比里就宣布解散國會，要利用新的國會大選摕到過半的席次。若反對黨是批評講，後個月要選舉啊，也毋過拄好會拄着馬來西亞大水河的雨季，這民眾根本就無方便去轉票，因是這個執政黨利用這個時機出奧步操作選舉的結果。Bawah Duli Yang Maha Mulia Sri Paduka Baginda yang di-Pertuan Agong telah bertindak menurut budi bicara Baginda dengan memperkenankan permintaan saya supaya Parlimen ke-14 dibubarkan pada hari ini, Isnin 10 Oktober 2022。根據馬來西亞法律規定，國會解散了後60天內愛重新舉行大選，所以負責的選舉委員會會伫1禮拜內開會討論。美聯社只係外電報道指出，可能的投票時間是11月7。不過，這會造成一個大問題，就是當年10月到反兩年3月是東部地區雨季，去年同一個時間雨季造成50人死亡，也閣有上萬人無厝通住避避避難。在野黨以及甲巫統為下的執政聯盟其他小黨批評巫統想要操作選舉時間，得到一黨獨佔的地位。另外，捌領導巫統擔任首相超過20年的馬哈迪，雖然伊已經97歲啊，也是想要佇政壇有一個地位。Di Langkawi, calonnya ialah Dr. Mahathir bin Mohamad. Tapi bukan sebagai calon bakal Perdana Menteri, calon sebagai wakil rakyat saja。馬哈迪要代表伊創立的馬來西亞祖國鬥士黨，這個小黨佇2020年8月創立，目前222席的國會敢若4個席次，因甲其他黨派要挑戰的巫統馬哈迪要擔任最高領導人。這個將近100歲的政壇老將，一定會成為大選當中另外一個焦點話題。公視新聞徐家仁編譯。今仔日國際上還有什麼大代誌？加向請咱同齊來看世界。德國的總理肖茲表示，第7大工業國集團 G7 開會的時，伊會結合各國採取聯合行動，降低能源的價格。伊嘛批評美國氣候保護法案阻礙競爭，恐驚引起關稅戰。來看美國的政治風險顧問組織有
有对外表示，美国的大好野人马斯克月初伫推特提出要结束俄乌战争和平计划。伫提出这项计划之前，伊其实捌甲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点过马斯克否认。来看英国的资通信情报单位政府通信总部的首长，昨昏伫一场演讲的时，伊是表示，台湾的半导体生产能力和规模正恶出台，总讲台海出代志，恐惊影响全世界的供应链和经济成长。年底高合一的选举，除了要选地方的首长、议员、民意代表，阁有一个是18岁公民权修改宪法的公民复决公投。昨昏有民间团体和一寡参选人徛出来呼吁大家爱出来投票，让这个公投会当顺利过关。如果他时常是和大家认知有冲突，如果他时常是被国民觉得说啊，这个跟我们日常生活是两件事情，它只是一个纸上的文字。那我想这样的宪法，它其实会失去它的神圣性。下党派的议员参选人坐斗阵，希望为年底18岁公民权的复决催票，因为若要通过这个修宪，需要965万票。希望各位长辈可以相信年轻人，台湾的年轻人是非常的有希望，非常的有能力，对于未来也非常的有想法，让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我相信对台湾的未来只会更好。挺18，投同意。挺18，投同意。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周玉斌表示，全台湾还阁有53%的民众唔知影年底有修宪公投，所以因当咧扣钱进行宣传计划。那我们这一次募资的金额会，总共有96.5万。我们整个社会也一起来透过这个募资计划，来越过965万的门槛。那我们募集到这样的经费，会用在我们的公车、计程车、捷运站。以及户外的看板广告。新林协9月底嘛发起捐扛棒挺修宪的活动，有超过50个议员参选人，甲大家县市长参选人参与，因会继续伫各地头清新宣传，嘛呼吁更较侪参选人做伙支持。记者林世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每年的台湾灯会会伫台北市举办，台北市长关文哲就表示，这是咱台湾经过疫情国门开放了后头一个大型的国际活动，希望会使利用这个灯会替台北市拼经济、拼观光。原本关文哲是望讲大巨蛋会当成做一个灯区，但过即马无法度，因为大巨蛋的审查也未完成。舞者伫台顶跳舞，甲大萤火的影像结合。台北市政府11举办记者会，宣传2023台湾灯会。市长郭文哲表示，台湾灯会顶摆伫台北市举办，已经是23年前的代志。这摆阁是台湾经过疫情开国门了后第一个国际大型活动。过去办台湾灯会哦，在其他县市你知道哦。他就找一个几公顷的空地哦，就在上面办。可是台北市要找那个几公顷的空地哦来做，找不到。城市型的灯会，有一个主灯嘛哦，6个副灯，大概300件的大的作品哦。期盼这一次的不管是参观的人次也好，国际旅客数也好，观光产值。都能够更胜以往。2023台湾灯会分做4个灯区，分布伫台北市东区、国父纪念馆、松山文创园区、甲四树南村。郭文哲讲，要以灯会来振兴台北市东区。另外，议员咧希望大巨蛋也会使成做灯区，但是大巨蛋审照也未通过，无法度达成愿望。大巨蛋既然被挡住了，不过还是有4个展区还是。照样布展的，只是说中间那个动线会变得比较不好。审一个防火避难性审查，审到现在还没下来，从去年4月到现在有多久？1年半了吧。内政部表示，大巨蛋审照流程还在行，目前是消防署咧进行防火排烟项目的审查。另外，交通部11发新闻稿宣布，2024、2025年台湾灯会举办县市分别是台南市甲桃园市。记者郭文哲随台北报道。台南正出名的景点安平古堡要改名，文化部有通过审议，要甲古堡内底2大固定古迹合并，改做热兰遮堡。这是引起真侪讨论。文化部伫昨昏毛遂发出声明，回回讲是敢若会调整固定古迹的名，未去改变安平古堡这个观光的名号。这就是台南的安平古堡。去年因为附近邻家厝在改建的时阵，发现讲有其他的建筑遗迹，所以市府就甲文化部申请来做是整体性的固定古迹。轮廓形状整个发现，那个尖尖角角的这个特征，就跟
我们这个重建图上面或者是历史图像上面看到的东北人堡的形状是一样的。原台湾城的遗构，那另外一个是热兰遮城的成员及城内的建筑遗构。那其实大家听起来这个名称其实相当的拗口。为着要合并古迹，文化部文书局准备要甲安平古堡改名做是热兰遮堡，但是文书工作者认为安平古堡经过荷兰郑成功和日本时代等等的历史时期，那改名就变做是专属荷兰时期呢。安平古堡是台湾古迹里面少数拥有荷兰、明郑、清代、日本时代跟民国战后民国的这个建筑物。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城堡对我们来说，它正在显现台湾文化是一个不断堆叠、不断这个拼图的过程。那是文书工作者有意见，就连在地人嘛无介认同要改名。我拢叫王城，都叫王城，然后到后来就叫安平古堡。自古以来就是安平古堡，你即马搁咧改东改西。那是改名的问题，学者嘛讲，过去外界定定会甲古堡内底的尖塔掠准做是古迹，但是边仔的古城墙则是真正古迹。对这项问题，文化局讲，未来会结合尖塔啊，佮老城墙，营造出真正的古迹形象。记者综合报道。台铁昨昏举办海线通车100年活动，有驶出水烟火车，对中华出发，佮有卖纪念票和便当，欢迎是真热烈。就是这嘟嘟两声，互所有的铁路迷规个拢热起来。台铁为了庆祝海线通车100年，11出动有国王称号的 DT668烧气火车，Q 纪光号车厢为中华出发，请一寡民众来坐甲翕相。很特别啊，会不会很兴奋？很兴奋啊，因为这种车子现在大一次少一次。蒸汽火车的运行能够造成这一个在铁道文化资产上的一个传承，好，那吸引更多。热爱铁道的这些人来搭乘。疫情了后的观光热代替赶紧行销，那 DT668烧气火车为中华出发到苗栗白沙屯接待马祖热车，沿路车站阁卖1000个海味特色便当，加海线5个木造站房当因为纪念套票。今天套票是有5张月台票，也就是我们台铁在海线有5个木造站房，开卖1个小时就全部都卖光了。暗过刷来10月13，国境解封，入境无需要居家检疫。国内观光业界是看到国人规定拢出去，国内旅游市场颠倒会救起。学者认为无一定会安尼，应该是爱思考无共市场，政府加民间应该思考台湾的优势伫倒位，提高旅游品质。边境开放的话，其实是多的一个机会，就是国际观光客可能会来到台湾啦。所以可能过去我们都经营国内的旅客，那现在可能就是说大家要来提高品质，来经营国际的旅客，那也看说国际旅客喜欢台湾的什么特色，我们要把它包装出来。吴正聪建议，包括铁路文化在内，咱台湾应该赶紧整理咱的旅游特色，排除所有入境消费的障碍，吸引全世界旅客，安尼才有法度伫疫情了后的旅游热找到好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苗栗通宵白沙屯5分宫的王船石浪30档，昨昏搁一届办烧王船，这是地方的大代志。庙方是表示，这只王船起3档，希望会当替咱国家也个地方来祈福，赶走疫情。庙方公路雷谷本扫甲甲王船因带到白沙屯渔港的南环，今仔日是苗栗通宵白沙屯5分宫办烧王船送王的仪式，等各项物件拢传好势了后，就准备要放炮烧王船咯。现场烧王船的画面是真壮观，照传统礼俗来讲是袂当吵闹，也袂当走角的。信众爱伫咧心肝底心怀尊敬，甲王爷送别，安尼仪式才算完成。白沙屯5分宫的王船就办1礼拜，伫10月11透早烧王船办送王的仪式。厨艺啦，咱即摆现代就是讲，即个王拜甲送走，好诶甲收倒来。庙方讲，每10年会做一届福祝，30年才会办一届王船祝。这届新造的王船开3年的时间才完成，是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民俗学者表示，王爷就代表瘟神，烧王船的目的，就是希望会当甲传染病拢送好走。会伫今年举办，就是希望疫情会当转好。对于瘟疫跟传染病的一种恐惧如果地方流行瘟疫那不管是人的瘟疫或者是动物流行瘟疫。
我们就会这个举行任务型的这一种就属于不定期的。学者林茂宪表示，小往船也有无定期的，一般是为着特别的任务所举办，就要看地方的实际需求和民俗习惯。规个仪式甲一般庙会无共，禁忌较侪，除了要用尊敬的心参与，也要做好防疫。记者综合报道。那婚林口蚵仔寮嘛有甲五虎千岁请来祈求疫情退散的风俗，为着要感谢五虎千岁保庇大家，后来嘛发展出送顺风这个科技，这嘛正做当地上界重要的祭典，带乡亲来看这个流传百年的传统文化。民众穿好行礼甲香瓦道，要迎接五虎千岁。婚林口蚵蚵仔寮伫清朝时代捌着瘟疫，总理蔡的丹府夫人有指示。只要伫旧历8月15迄天，甲五虎千岁请入来庄头，3日以后，才搁甲王爷神送走，就会当保庇大家渡过疫情。伫咧清朝时代，祖先有就咧讲，咱遮得瘟疫，就咱这个大天顺手带位遮经过，来甲咱遮百姓村民斗忙足济，所以讲感染伊，来救这百姓，所以讲。每年咱这个8月15，就会甲接入排安尼。8月18，我再送顺风，佮送的继续去顺手。村民为着要感谢五虎千岁，就发展出特别的送顺风仪式。这嘛真做蚵仔寮地区一年当中上重要的祭典。送顺风的仪式主要有赢大天顺手甲送顺风2个部分。每一个信徒拢会准备顺风旗，叩谢五虎千岁。针对咱的大天顺手五虎大岁的这个圣诞来举办这个祭典咱五虎大岁会当神威显赫庇佑万民。当时顺天宫嘛是咱地方非常重要这个信仰中心，所以咱大细细老老幼呢，拢总定来遮拜拜。送顺风的文化已经流传超过100年。不过，因为蚵仔寮人口流失老化，恐惊有失传的危机，社区嘛一直咧拍拼要传承，希望后代子孙拢会当了解这个特别的宗教文化。记者综合报道。那新竹市的旧社国小有一个传统的陪教戏社团，会教囡仔安怎人陪教戏，嘛鼓励囡仔家己亲手来做戏红仔，希望让学生透过陪教戏，学会晓团队合作，同齐做一出戏。他要是知道妈妈在天空中守护着我们。陪教戏演出是愈看愈新鲜，来到戏台后一看，原来拢是学生人的，大家共心合作，演出是真成功。学生讲在过程中嘛学到团结的重要性。忙的时候就是有人会不注意前台，然后呢没空的人有可能就在帮忙找戏友，是要灵机应变，然后比如说打结，就是要赶快用这个十字架，然后去穿它的线，然后才可以把那个绳子跟戏友的一些东西把它给解开。囡仔除了会晓演戏，陪教戏的红仔嘛，拢是校长参老师一步一步甲教才做出来的。红仔若嗨去，嘛得家己来修理。每一个学生经过训练，拢对家己更加充满自信。参加皮影戏团可以让孩子们就是勇于发表，像是在对国语文方面朗读，还有像演说，他们能更有勇气地展现自己。我们希望以皮影戏为一个中心，然后导入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进来。那透过这种方式，能够加深加广孩子的一个学习的触角。学校除了陪教戏社团，嘛有传统的人狮、甲客家歌谣等等。校长讲，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传统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牛甲羊在动物拍的也是放屁，拢会排出甲烷，这就是造成气候暖化温室气体。所以纽西兰政府即马已经宣布讲，2025年开始要扣牛甲羊的排放气体费用。有业者即马赶紧伫动物饲料内底加益生菌，互因好消化。确实有影有效，减排2成的甲烷。这群细只牛仔当地数量，不过因啉的不是牛母的面汁，是加添益生菌配方奶。纽西兰年品业者发现，伫面制品内底加添益生菌，唔但对咱人真好，年牛食了后竟然有减少因壳污啊放屁、减少甲烷排放的效果。
The true eureka moment for me was when we got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cattle trial back. And we were able to show that we got a reduction in methane of up to 20% in those animals. 为了展现对抗暖化的决心，纽西兰政府伫6月公布一项农业碳排定价计划，要立法要求农民为2025年开始，为所饲养的精神碳排放量付费，目标伫2030年前要将生物甲烷排放量甲2017年比起来减少10%，2050年减少47%。这项政策是畜牧业一大挑战。 So at the moment, the easiest way to reduce emissions is to reduce production or have less animals, basically. So that's a real challenge when we're trying to also, produce enough, continue to produce food and keep our export returns at the level that we want them to. 业者希望2024年前会当将动物使用的益生菌上市，减少农民为碳排付费的负担。除了益生菌，美国、英国这研究团队嘛发现，捏做伫牛羊的饲料内底加添海草，会当有效减少甲烷的排放量。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现代建筑物大部分拢是红木土砌的，也毋过用红木土砌的厝高吸烧气，热人的时是热翕翕。伊拉克北部山区有一个小镇，大部分的厝拢是用当地石头砌的，环保而且舒适，也够有特色。 这是伫伊拉克北部的山区，离首都巴格达差不多500公里远，一个叫做阿克雷的城镇。这个城镇上特别的所在，就是所有的厝、所有的建筑物，拢是用附近山顶的石灰石所起的，无甲一间厝有用到空骨力。事实上，阿克雷是一个古城，自差不多2700年前就有人住伫的这个所在，即嘛是伊拉克少数民族库德族的住地区。当地的居民讲，古早时代哪有啥物空骨力，拢是用石头起厝。 这种传统一直维持到现代，拢无改变。结果大家发现，用石头起的厝，其实伫对抗目前极端气候的变化有真大的好处。يعني جدار البلوك احتمال 20 سنتي بس جدار الحجر 40 60 فهذا السمك يعزل الحرارة سواء بالصيف أو بالشتاء. 今年热天，全球真侪所在拢拄着烧影，伊拉克嘛共款。但是伫阿克雷这个所在，虽然室外温度有升悬到40度，但是若行入去厝内，就完全袂感觉热，根本无需要用到冷气，而且用石头起的厝真有文化的特色，所以吸引侪观光客来遮佚佗。敢若今年1月到3月，都有超过170万人来这个小城镇观光。 事实上，自10几年前开始，当地政府就鼓励大家拢莫用空骨力来起厝，让阿克雷变做一个完全无空骨力的城镇。درجة گرمای زور بلندی کرد. اوش ما اگر که کو بو پارستنا وان هر دو بابت ما آماجه پیکری جینگه و تلار ساریزا کهنا باجر آکری ما اف پینگاوه ها ویتینو ام هاری کاریا وان تا خاد کن کو بشوازی بنا وکرن. 真侪建筑专家拢表示，空骨力伫生产的过程会增加真侪碳排放量，其实是非常无环保的一种建筑材料。所以专家建议，若是要保护环境，应该就要为即马开始大大减少用空骨力来起厝，才是上好的选择。记者甘延恁编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 外岛是19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